好，请问爱办理乜解？我无条路咧，不过我有信心障碍前面，有乜解条路系我是得做嘅梦。请问要带证明文件吗？有全道理。建议参加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就业服务，先做个案评估，决定再迈合条路。是的，咁我就参加呢项。请写呢份申请表。写好咧。咁登記好了，係講要邁合到適合嘅條路，就會打電話通知你。落單哦。看你真堅強，你下一定先來認識一下幾個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得啱嗎？有待，有待，有待。證明文件，證明文件。證明文件，建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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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議，在客語中會有一個比較重的鼻音，你，我們來念一次，建議，建議，職業重建，職業重建，職業重建，提醒大家。職業的業是一個鼻音的聲母，業，客語閉唇音，業，進業，要注意把嘴巴閉好，音才會正確哦。評估，評估，評估，媒合，媒合，媒合，投入，投入，工作。接下來，我哋嚟學到接送用到嘅機器。請問要帶證明文件嗎？請問要帶證明文件嗎？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嗎？請問，請問，請問有帶，有帶，有帶證明文件，證明文件。證明文件，麼嗎？請問要帶證明文件嗎？請問要帶證明文件嗎？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嗎？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，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障礙者，職業，職業，重建，重建，就業服務，就業服務。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